中午好，牛哥。几点了你才来？你是来吃饭还是来上班？这不是今天早上没起来吗？还没起来，我看你想罢工啊！请我们全部吃饭发你。哎，王总。哦，咱这个牛扒上全部都是用的鲜的东西，其中里边有4样东西都要比牛肉还要贵，你送人绝对没问题，你放心就行。我一会儿安排人给你装好了。好，你刚说什么了？又不能这样了啊！这回就不放。哎，张总。哦，露营行啊，咱这个东西开盒加热计时。对，你要要的少的话，今天晚上6点38，可在线上还便宜一些，划算一些，200多盒。嚯，公司团建可以，那么我只给你备好了，你找个车来拉吧，行吧？好，张总。哎哥，你说今天中午咱吃么？哎呀，这王总辛苦了啊！我给你热牛扒样吃。配上点小酸菜一定要啊。好嘞，好的。